傅元萬記得1966年，當時20出頭嘅佢行入大門嘅時候，壓抑唔住自己內心嘅激動。嗰間係一間紅磚小樓，從外邊嚟睇呢，完全唔會知道呢度係公安部下屬最精銳部隊嘅大本營，甚至都唔知呢棟小樓同公安機關究竟有啲乜嘢關係。小樓嘅門面唔係咁大，亦都冇警徽國徽，冇門牌號碼，更加冇單位招牌，只有喺門口嘅牆壁之上掛住個圓形嘅標誌。假使呢個時代應該叫嗰樣嘢叫做 logo 啩。呢個圓形嘅標誌設計得非常簡潔，標誌嘅中間係一粒穩定嘅六角星，6條白線嘅線條從星星嘅中央位置延伸開嚟，支撐住成個圓環，閃閃亮。傅元萬仲記得，成棟紅磚小樓裏邊並冇當時公安機關必須要張貼嘅為人民服務、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嘅標語，只有喺樓入邊嘅門廳之內，一埲白雪雪嘅牆壁上邊有3個大字：守夜者。傅元萬記得，當時守夜者嘅組織阿老井見到老傅同佢一齊加入組織嘅董連和，第一句說話就係問：你哋知唔知我哋呢個標誌係咩含義啊？佢同董連和一齊擰擰頭，老井義正詞嚴咁話：星星就係我哋係萬家燈火嘅守夜者，係可以等老百姓瞓個安穩覺嘅守夜者。傅元萬仲記得，老井同佢兩個深入咁傾咗一次，同佢兩個講述咗守夜者10幾年嘅歷史，講述咗守夜者點解要建立係為咗乜嘢目的。喺談話之中，佢呢被建國前夕嘅嗰單9頭命案所吸引，被守夜者嘅3位祖師爺嘅能力所深深折服。傅元萬記得，當佢從老井手入邊接過嗰一身綠色警服嘅時候，係幾咁神聖。當時公安部門剛剛換發咗綠色警服，呢類同軍服相類似嘅警服係承載咗幾多年輕人嘅熱血。警服領口鮮紅嘅紅領章，同埋帽上邊閃閃發光嘅5角星，都激起咗傅元萬嘅萬丈豪情。傅元萬記得，佢披荊斬棘20年，終於坐咗喺老井留低嘅位置之上。之但係，當佢大展拳腳都唔夠10年嘅時間，呢一切嘅理想就全部突然停低咗，甚至佢嘅理想都冇辦法被繼承落去。傅元萬唔想再繼續諗，佢從書架上邊攞咗本海岩嘅小說《長安島》，慢慢開始讀起身。劉安平副局長嘅轎車開到飛咁快，當蕭文天行入看守所會議室嘅時候，時針指向嘅係5點45分。會議室裏邊已經坐滿晒人。看守所所長黃小明見蕭文天行入會議室，嗱嗱臨企起身幫蕭文天拉開張凳，叫手下嘅人幫蕭局長斟茶。之但係蕭文天就撳住內心嘅憤怒啦，斟條命咩仲斟茶？嗱嗱臨攬翻去你個位。黃小明就灰溜溜咁翻去自己個位，一面無辜咁坐響樹。蕭文天重重咁將公文包拍喺會議台上邊，到底係咩回事？邊個嚟匯報？所有人都望向秦少國。秦少國耷低頭，沙啞住咁話：我嚟向局黨委匯報我哋嘅重大失職。今日凌晨1點半左右，
我所東牆遭遇到一架藍色重型卡車嘅撞擊，撞擊之後民警全部去前門集合，準備應對突發嘅情況。在崗哨兵、各監區民警同埋卡車對峙10分鐘之後，增援特警趕到，經過對卡車裏邊嘅全面搜索，並冇發現人員同埋爆炸物。蕭文天接住秦少國嘅說話：2個問題，第一係邊個叫監區民警參與應對任務嘅？有成個排嘅武警仲唔夠？第二，車上邊嘅人去咗邊？秦少國話：係黃所長命令各監區民警去前門嗰度增援嘅。經過現場搜索，特警隊認為卡車係喺無人駕駛嘅情況底下，從看守所東邊嘅斜坡上邊跣落嚟。由於慣性加速嘅原因，最後撞咗喺我所嘅院牆嗰度。蕭文天嗷嗷聲大叫：亂嚟嘅！你唔識嘅，你唔會去問下嘅咩？黃小明嘅驚驚青青咁話啦：我呢個決定係充分徵求咗秦所長嘅意見嘅。秦少國岳高頭望咗黃小明一眼，佢並冇反駁，跟住話：卡車被拖走之後，指揮中心一路喺度揾卡車嘅司機，大約喺3點半聯繫到咗卡車司機，發現呢架卡車呢係當晚被盜嘅。指揮中心當時同我聯繫咗，但係我諗到撞擊事件發生之後，我就馬上去咗監控室睇過監控，並冇發生啲乜嘢異常情況，所以當時我就簡單咁認為呢單係單意外事件。呢件事係我疏忽咗，我應該負全責嘅。蕭文天好嬲，邊個嚟負責？唔係你嚟決定，應該係你嘅責任，你走唔甩嘅。後尾我瞓到迷迷蒙蒙，忽然之間覺得唔對路，大概4點半上下，馬上去咗總控室調取咗各監室嘅內部監控，發現第6區22個犯人不翼而飛。後尾我帶住武警衝入監區，發現第6監區民警辦公室嘅角落有2名民警，一個已經犧牲咗，另外一個因為遭受重度機械性窒息，所以駕駛仲處於昏迷嘅狀態。邊有咁嘅可能啊？各監區通道都有監控，啲人係點走得甩噶？駕駛我仲未諗清楚係咩一回事，但係有個問題我一定要提下嘅。講。喺對前門進行防守應對嘅時候，我發現通道閘門嘅管理民警係總控室嘅民警，亦即係話車輛撞擊院牆之後，總控室嘅2個民警就轉移到咗去通道閘門嗰度進行防守。總控室喺嗰個階段係冇人㗎。咩話？你哋搞邊科啊？2個崗位得1組民警？黃所長話要定職定編，對一啲繁冗嘅職位要進行合併。佢認為夜晚通道閘門冇人出入，所以通道閘門唔使派人值守，於是就將呢2個職位合併咗啦。豈有此理！蕭文天忍住冇鬧出粗口。係邊個俾你哋咁搞法噶？有冇同局黨委匯報過？講完，蕭文天就責怪咁望咗眼分管監管業務嘅方衛國副局長。當初蕭文天好反對政工幹部不經鍛煉就直接出任一線執法部門嘅主官，但係方衛國就極力咁保薦黃小明，喺局黨委上邊更加係口水花噴噴，最後就少數服從咗多數，將黃小明直接推到咗看守所所長呢個非常緊要嘅位置之上。蕭文天曾經就預料到可能會出事嘅啦，之但係細都估唔到出咁大件事嘅啫。黃小明話：定職定綱係大勢所趨，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嘅，呢個亦都係我哋看守所領導班子嘅共同決定。秦少國忍唔住反駁到話：我唔知呢件事啊，
你點會唔知啊？黃小明企起身指住秦少國。哦，係啦，你嗰日係咪請咗假？有私事係嘛？蕭文天掘咗黃小明一眼，黃小明當堂成個人縮翻轉頭坐翻喺個位度。通道嘅閘門有冇打開過？打開過。喺特警隊對外圍現場進行搜索完之後，收隊嗰時，黃所長下令所有監區民警同值守武警到看守所外邊嘅院牆進行檢查。檢查完之後，民警又陸陸續續翻嚟咯。出入嘅就只有民警，可以肯定係嘅。大家都着住警服，雖然夜晚睇得唔清楚，但係我諗冇可能出去嘅都係犯人啩。哦，更何況後尾大家都翻晒嚟噶。咁監控呢？監控錄像有冇人睇住？副局長方衛國就話咧，尋日晏晝6點，嫌疑犯最後一次點完人數之後，就各自翻咗監區。我哋家史從6點開始，淨係揾人睇第6監區以及6監區附近關鍵通道嘅監控，家史睇緊嘅。第6監區關押住嘅係咩人？一共22個人，全部走甩晒。秦少國話，其中有一啲呢係重刑犯。我睇咗所有犯人嘅檔案，有7個係涉嫌惡勢力團伙犯罪嘅嫌疑人，仲有幾個係涉嫌故意殺人同故意傷害嘅犯罪嫌疑人，仲有一個係涉嫌強姦嘅，一個係涉嫌縱火嘅。哦，仲有幾個涉嫌過失致人死亡同埋盜竊罪嘅。蕭文天馬上話啦，盜竊咁輕嘅罪名都會走去逃獄，佢哋唔知咁樣掟咗出去，犯落嘅就係更加大嘅罪咩？